好，咱会当看到，这就是迄阵府城教会报新台湾陈列馆 scan 落来的图，这伫网络顶悬拢找得到吼。咱影片下骹嘛放连结，互大家做参考。也是林茂生博士所写的。第一篇就是头书吼，咱台语人讲大话头啦吼。续来我就一段一段偷偷读，互大家对咧看吼，对咧听。顶日潘主笔有对我讲，有看报的人伫希望爱本报设一面来解说现时所伫通行的新的台湾话，煞兼注英语汉字伫迄身边，通互人较明白迄句话的源头。我想，这是真心实的工课，也是真重难的事业。后一段，实在这10数年来，台湾话真大变迁，形式的变换确实较小可，若是内容的变换，单语的增加是真大。设使有一个做事人去山林住20年久，拢无出来，亲像 Washington Irving 的小说迄个 Rip Van Winkle 的款。后来转来因厝，伊的囝对伊讲：“阿爸，你的赌金已经有2000箍，我要将一部分领出来，煞汇小册手去台北，互恁孙做学资金。毋知你的组合安怎？”这个老阿公听了的确真大戆影，无照全明白迄个意思。赌金是啥物？部分是啥物？小册手是啥物？学资金是啥物？组合是啥物？大家拢知，这个就是台湾的新话。啥使台湾话变迁到这样咧？总讲一句，就是新文明的影响。帝国领代以来，新的文明直直入来。有新的文明，就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活，就有新的思想；有新的思想，就要有新的话来下伊的用。各国的国语的变迁，多者拢是对受新的文明来起因的。后一页，这是日本。接顶一页，日本国语古早受汉字的文明的影响来变迁，是现代受西洋文明来变迁，就是安尼。英国的国语受 Anglo-Saxon、拉丁、希腊以及希伯来的文明的影响，也无毋是安尼。早前新的话拄伫要通行伫台湾的时，有一部分的守旧派的人讲，着阻止。因讲道理的时，搁较毋通用，因为惊了人听袂晓得，总是结局亲像水崩平，袂阻止也无法得。我的言语实在亲像有机质的物，有活命，会长成，会进化。大家拢知，这个新的台湾话，较侪拢是对日本国语的新字眼来正的，因为这个字眼原来是汉字，也简单换读音，毋免换字甲意思，就便便通做台湾话。因为安尼，这款的新话流通才会遐紧。总是若要求看到真，这个日本字眼虽然是对欧罗巴话来翻译的，要句有的是汉文所有的话。这款的话，一个互台湾人有捌汉文的人接到，就两边便通承受来了解。也是因为安尼，
才会遐紧通行。譬如来讲，过价即句话原来是汉文，不过毋是台湾的白话拿定。当国语用即款做通行的话，一个入到台湾人的耳孔，就连边也甲伊用做通行的新话。所以，若研究即款的新话时，用即款语言的研究法来参考，就会加生出侪侪的趣味伫咧。毋过，也有真重难的点伫咧。安怎讲？因为现在的台湾话无一个公定的标准，顶样看是通行的话，啊毋是。大概即款的话是大声对有捌国语的称接后一段，接顶一段，青年人先通行，然后才急到一半。毋过，迄个通行的程度是到倒位？倒一句话是有底通行，倒一句话是无够偌通行，这拢无当通去测度。所以，什么叫做新话？选择的范围要开到偌阔，也是要缩到偌矮，拢无当通去掠总。犹果即款的新话，渐渐拢在加添。无人敢讲今仔日无地通行的新字眼、日本话的字眼，到明仔日就袂通行。因为有即款重难的所在，所以我爱请大家注意。我伫遮所排列的新话，是对我自己独断的，就是我对我的经验，若捌听见有人捌用，就甲伊记载落来。若是看报的人想讲，即款的话恁毋捌听见，请恁无细字通知我知，互我通好知遐个话所底通行的程度。又果若我所底解说的注解，无论是语言还是意思，有甲恁的意见无相同的所在，也煞请恁无细字来指教，是所大毋望。最后有注解讲，新话后冠才要写起。以上是带读一摆这内容咱后一段则过来针对内底一寡用词还代表的意义，咱则过来做研究、做探讨。